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在妈妈。台湾人最爱吃火锅的，寒人吃，热人嘛吃。一吨的火锅生理是300亿，火锅已经时行几若10吨，拢未退流行，一直拢有新的吃法甲变化出现。我今日来讲石头火锅。一款是这几档愈来愈侪人知影用石头落去煮菜煮食的方式。另外一款是1980年代足时行的火锅的食法。新闻报讲4月上尾一间可丽亚要收起来。较少年的应该唔知影啥物是可丽亚。可丽亚是第一间发展了足紧的连锁火锅店。1980年代有30-40间。可丽亚卖的就是石头火锅。即马石头火锅店也是有，毋过已经无过去遐尼清啊。即摆火锅会当拣的是足侪款，有传统的羊肉炉、羊肉鸭、嘛有酸白菜锅。较时行的是一人一鼎的呷哺呷哺，也有随在人食甲饱的火锅。即摆也阁有号做抓火锅即款物件。台湾的火锅百种，少年人无一定有机会去食到即款今日要讲的石头火锅。即摆咧讲的石头火锅，其实有2种是完全无相共的火锅。一种是过去可丽亚卖的，即摆也有的石头火锅。另外一种是豆豆仔变做观光景点食会到的，用真正的石头落去煮的火锅。即款嘛号做石头火锅。我先来介绍后面即种，因为即种伫台湾的历史佫较久。毋过较少人知影，伊是真正有下石头落去煮的。即马上出名的是马太鞍部落的石头火锅。伊即款煮法毋若是干那马太鞍部落才有，学者讲，其实过去伫台湾东边一寡原住民的部落拢有安尼煮。即款煮法的方式是阿美族的查甫囡仔要变大人的时阵。就要学会晓会煮食的方式。因的查甫囡仔的成年礼是就要去山顶住3天，训练野外求生的能力。因身躯顶扎一支刀仔，佮扎一撮盐，因为山顶找无盐。剩的若要食，就要家己去找。当因若找到会当食的物件的时阵，要安怎煮？一种就是直接落去烘，另外一款就是用煮的。其中一种的煮法，就是用石头落去煮火锅。这是要安怎煮？这内底有足侪项的技术。因就要先家己做一个鼎仔，去找槟榔树仔落落来虾，佮袂使是打去的虾，是爱落落来无偌久，迄个虾细细，两边拗起来，悬度就要差不多，做好一个鸭肉的形。佮用签仔固定，槟榔虾若落落来伤久，就伤焦，佮落去拗，就会闭开，袂使。这个槟榔虾做的鸭肉是要摕来底水甲底已经切细块的肉也是菜，刷落来就烘石头。这小工也足有学问的，石头就要找较硬、表面佮金的较好。但无够硬的石头。有可能拄着烧，也是烧佮拄着冷水，都会闭开。就找较金面的石头，才袂捏垃圾啊。这个石头佮袂使伤细粒，也是伤大粒。这甲敢烘的烧下落会当放偌久是有关系。就要先用茶几，也是树蛙下火，先烘石头啊。烘好烧，才落入去有放水甲底肉菜的槟榔虾内底。石头毋是落一摆就好，因为伊有可能就会冷去，爱摕出来时常换，
冷会摕出来换烧的入去才会使，一直到这的肉甲菜拢煮甲熟。我想这真正是一种成年礼足重要的训练，因为即卖的大人若无早物件去山顶，嘛无一定有办法安尼煮物件来食。即款火锅即卖伫东部的观光地区拢食会到，毋过用石头煮的方法，啥物时阵有诶？学者讲，伫花莲丰滨、鸟山遗址甲花公山遗址，拢发现即款用石头煮食的方法。花公山文化是3000年以前的遗址，所以即款煮法已经有遮尼久的历史啊。这应该是过去无直接会当放伫火顶头的鼎的时阵发明出来的食法。毋过因为适合的石头嘛毋是四界拢有，所以即款煮食的方式毋是遐尼普遍。除了即款清外当前的食火锅方式，后来台湾敢有别款火锅？若是要讲甲物件拢煮做一大鼎做伙食，这应该足早就有啊。毋过若是鼎画啊甲炉啊做伙放伫面头前安尼食，即款食饭的方式伫台湾是安怎发展？当时开始嘛足歹找火锅即个名到底是安怎来的，我嘛毋知。毋过即摆若问时大人，有的人会讲伫日本时代因就有咧食sukiyaki， sukiyaki 到大也阁有。这是为日本传来的，原本伫日本头起先是咧煮牛肉较济，因为伫迄当阵对日本人来讲，食牛肉毋若是死件，是食甲西方人相共有营养的食物，这代表进步甲现代化。毋过若要食牛肉，按照西餐的食法，因还无好适应。sukiyaki 是甲牛肉放落去本地日本就有的食法来煮，伊内底是放葱仔、黑豆腐，也阁会倒豆油落去。即款食法台湾人嘛足介意的，因为食起来甲卤物件的味真相共。日本时代台湾的读册人、作家、记者、医生、律师拢捌写过因咧食 sukiyaki。又较特别的是，过去的查甫人是袂去灶骹内底煮饭，毋过食 sukiyaki 的时阵，因会家己去买菜来甲朋友做伙煮、做伙食。詹品昌老师讲，迄当阵伫台湾食 sukiyaki 是一种文明开化的代表，有真侪原因。一个就是食 sukiyaki 的时阵，爱哪煮哪食。毋是听候灶骹的刀子，也是厝内的查某人甲物件煮好才放出来。要食的人就爱家己来，这代表独立的精神。而且 sukiyaki 内底会当放的物件足侪款，无一定就爱放贵的肉，也是材料，嘛会当拣较俗的，像豆腐也是菜。所以这是一款无论什么职业、什么阶级的人拢会使食。也阁有一项，食 sukiyaki 是逐个围伫炉仔边仔食，所以嘛较歹像过去咧安排食饭的时阵送坐大位、送先硬菜的问题，是逐家做伙煮、做伙食，较自由嘛较平等咧食饭，所以即阵人的感情嘛会较好。因伫日本时代，学生仔若聚会也是朋友开讲，就会经要食 sukiyaki。迄时伫台湾食牛肉的人也无遐尼济，所以台湾人食的 sukiyaki 无的确就煮牛肉，真侪人拢是煮猪肉。我过去拢感觉，大家若咧聚会时食火锅是足麻烦的，因为逐个人拢无用咧煮物件，食甲足无用的，根本拢无时间好好通开讲。即马才知影，原来若聚会食 sukiyaki、食火锅有遮尼济的好处。sukiyaki 是日本时代的火锅，一直到1960年代石头火锅出现的时，伊中是先有沙地火锅。之前我伫221集捌讲过啊。
石头火锅是第三地火锅以后才有的。可里亚卖石头火锅，就毋是阿美族这款用石头落去煮的火锅，是用韩国人的石头鼎。这款话啊，就像即马咧食韩国料理的鼎同款，伊较厚，有法度保温，后来才豆豆啊改做较厚的铁鼎。有人讲这款火锅是台北一间真有历史的韩国餐厅，伊的头家为韩国甲这款鼎引进来台湾，后来才豆豆啊实行的。毋过石头火锅真正出名的是1969年。可里亚这间餐厅开幕了，因兜的石头火锅发展了上紧。石头火锅的煮法甲输起去其实淡薄仔像，就是伫厚的铁鼎内底放一撮油，甲配料先落去腌芳，刷落来炒葱啊、炒肉，炒好才搁甲汤倒落去做伙煮。可里亚第二代的头家，就伫鼎的边仔搁装一链像铁盘这款物件，会当烘肉，算是上早的火锅甲烘肉会当做伙食的餐厅。迄当阵因先伫高雄市的市中心开一间4层楼的餐厅，生意是足好的，甲同时阵的海霸王有拼。当然后来若石头火锅愈来愈竞争，新的火锅像一人一鼎的呷哺呷哺嘛出来啊，可里亚怎豆豆啊收起来，到上尾剩高雄一间，而且即马看到这间是按照古早可里亚餐厅的菜单甲餐厅的装潢落去定开的。我看到一个真趣味线顶的调查，因去问1300个人，因食火锅的时阵上爱食的是倒一款饺？结果答案毋是鱼饺，是卵饺。你若甲我想的相共，这敢有可能？我嘛得爱讲，伊这个调查内底，其实嘛有差不多的人数是啥物饺拢无爱淋落去火锅内底。因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上适合食火锅的菜是倒一款？大家拣的第一名是高丽菜，我想这项大家应该较无意见才对。你上爱食倒一款火锅？食火锅的时阵倒人啥物？也是有倒一款较新型的火锅？若有想到，请写批来甲我讲。大家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拢欢迎写批来。嘛且会记得订阅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ECP的连结。祝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现爱妈妈，大家再会。